就大獎2010啊！相信得獎者係邊一位咧？大家入到嚟嘅時候，睇睇台面嗰份長刊就知道係邊一位。冇錯啦，就係于倫先生啊！于倫老師咧係一位非常之熱愛音樂啦，又一直默默耕耘嘅音樂家。光影沉音60年，于先生咧喺1953年已經開始音樂嘅創作啦喎。而家創作嘅生涯裏邊咧，涉獵嘅範圍非常廣闊啊，包括咗有作曲啦、為古樂重編新譜啦、電影配樂啦、指揮演唱會音樂總監等等都有嘅。咁佢嘅作品風格都多姿多彩，有柔情嘅一面，一水隔天涯啦，又有豪邁嘅一面，大家姐，咁仲有充滿咗俠女嘅風範嘅《浣花洗劍錄》等等都係佢嘅經典之作嘅喎。大家姐好嘢嚟㗎呢隻，真係好過，係啊！嗱，當然1955年電影《不要離開我》啦，裏邊嘅插曲《門邊一樹碧桃花》更加係同金庸先生一齊合作嘅作品嚟嘅。咁喺60年代，于倫老師亦都參與咗一啲武俠電影嘅音樂創作，例如係《武林聖火令》啦、《聖風紅火》等等，都係出自于倫老師嘅手筆喎。到咗70年代，無線電視嘅劇集《逼上梁山》嘅主題曲啦，佳藝電視嘅《雪山飛狐》主題曲啦，電影《碧水寒山奪命金》嘅主題曲啦，麗的電視嘅《浣花洗劍錄》主題曲，同埋佳藝電視嘅《流星蝴蝶劍》裏邊嘅插曲《知心每日少》，同埋好多耳熟能詳嘅歌曲，都係出自于老師嘅作品嘅。哇！我諗于老師嘅作品真係數到天光都數唔晒。不如呢個時候我哋即刻請出頒獎嘉賓，為我哋頒發 Cash 音樂成就大獎2010啊！就係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馬逢國 SBSJP， 有請。有請馬生。大家好，于倫老師咧，我習慣叫佢大師嘅，咁都想講翻2、3個我對佢嘅一啲印象。認識大師咧係30年前，我嘅第一份工就係做電影嘅宣傳發行，而第一個工作咧就係要宣傳一部《碧水寒山奪命金》電影嘅宣傳發行工作。咁而大師咧就正就係嗰個作曲同埋配樂。咁之前我淨係知道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啲同事都叫佢係大師，亦都叫佢係一個怪人。咁我哋有少少驚，咁我就問一位老前輩，我話到底于倫係點樣嘅人啊？因為我要約佢上嚟公司咧傾宣傳工作。咁嗰位老前輩同我諗咗一陣，佢話：我講個故仔俾你聽。佢話有一次佢為一套電影作主題曲，作好咗之後咧，去揾個導演。個導演住喺3樓，佢話佢冇去敲佢個門，就喺佢樓下除咗隻鞋喺個窗口度掟入佢間屋，跟住大聲嗌個導演嘅名。佢話你就要有心理準備，佢係一個咁樣嘅人。當然啦，呢件事有冇真定假我都唔知，我都想一陣間大師咧去即係證實一下。咁之後佢上到嚟公司咧，我哋一坐低，佢講咗半個鐘頭，就係佢點樣去作呢隻曲。佢自己認為隻歌邊度好，邊度唔好，隻歌邊句同嗰個詞有啲問題，佢同作詞人點樣反反覆覆，希望佢做到最好。最後幾乎想講到咧，就係仲有冇得改啊咁，嚇我一跳，因為電影已經拍好咗，宣傳馬上要做。咁佢俾我嘅印象就係一個咁嘅人。咁跟住喺差唔多10年嘅同事嘅工作裏邊咧，耐唔耐佢都會走嚟揾我，拎住一張歌譜，就一坐低咩都唔講，就哼隻歌，話：你同我出下主意，啲歌詞係咪呢度有啲問題？你話用咩字好咧？咁我根本係門外漢，咁但係勉為其難，硬住頭皮咧，有時都要即係講一啲意見。咁跟住咧，佢就好似好雀躍咁樣，個口中念念有詞，咁就講一聲唔該晒，咁就跟住就即係好雀躍咁就走咗。咁離開咗即係冇做同事之後咧，過去嗰10幾年咧，我見到大師咧，通常就係一啲音樂會，無論係大大小小嘅音樂會，遠遠都會見到一個着住格仔嘅毛布恤衫，長袖嘅，係一個人咁喺度，即係默默咁去即係參與其中，作為一個聽眾。咁有時我都會同佢喺中場休息咧就傾下偈，就問佢點解你仲會嚟聽音樂會啊？佢就係話：佢話我嚟要學下嘢。雖然嗰啲音樂會好多都係佢嘅後輩啊，或者係之後即係年青好多嘅音樂人嘅音樂會啦，咁但係佢都係種咁嘅態度。而更加多咧，我話你咁嘅年紀應該翻屋企早啲休息啊，咁佢一定會話：聽完之後先至好瞓啲啊嘛。咁呢個就係
大師俾到我嘅一個印象，就係佢一生人咧係非常之認真嚴謹，但係生活上咧完全係不拘小節，完全係唔介懷好多嘅嘢。咁喺佢嘅身上咧，其實亦都係我可以學習到好多嘢。咁所以今晚能夠喺呢度頒呢個獎俾佢咧，係我一個莫大嘅榮幸。大師，你係當之無愧，實至名歸嘅。喺呢個時候有請 Cash 音樂成就大獎2010嘅得獎者，熱烈嘅掌聲，于倫老師有請。亦都麻煩馬逢國先生將呢個獎項交到去于老師嘅手裏邊。